好啦，乡亲啊，这个电视剧《俗女养生记2》昨暝来播出到第3集，主要是咧讲男女主角自细汉的缘分。另外，这个剧中台南的在地美食嘛引起到真侪讨论，像大煎沙白鱼，像这个卡马豆切盘来运豆油，拢唤起到真侪人到台南佚佗的记忆，嘛来标出到真悬的收视率。Are you ready to have some fun? Let's go! 家庭的导游生活正式上线，第一个人客就该带回去厝内，爸爸妈妈嘛对人客真好，搁为着查某囝讲英文。哦哟啦，哦，my daughter 哦，good 啦，哟。台式英文，互人看起来爱笑。家庭为着带人客上台南，搁带伊食南部特色美食——토마토温豆油。His special in Thailand. Tomatoes. 包括台南在地煎沙白鱼，互人看甲嘴烂直直流。演员的剧组到台南拍戏，long stay， 讲到台南的美食，拢停袂落来。哦，他们家的菜也是好吃的不得了，那个干煎虱目鱼。除了美食，搁选台南真出名的棒球，特别选8号上港青棒队来假日。我怎么迟到？蔡英心演棒球队的教练，互人看到台南棒球的活力。拄播出来第3集嘛，充满粉红色气氛。有小嘉玲和小蔡英心伫国中拄了解爱情的时阵，互人看甲嘛真想要谈恋爱。充满温暖趣味嘛，互人想到囡仔时代介意别人的心情。收视率创下3集新高，4回以上和顶礼拜相比增加0.06，飙到3.76。34岁到54岁女性5.44， 45岁到54岁民众甚至有5.84。逐礼拜拢有新纪录，嘛，搁一摆证明小女真正会使互观众看入心内。